来继续来看南投县政府举办48拍低影音限时创作的比赛，决赛的队伍爱伫个48小时内完成作品，最后是国姓乡一对少年翁仔某摕到首奖。有人用镜头收藏。 每一支影片拢伫咧小解南投的在地故事。南投县政府举办48拍电影音限时创作比赛，展现南投青年的创意和热情。这些作品呢，它很多元，它的多元处包含就是有用拟人化的，然后也有用比较纪录片形式的，甚至有一点点类剧情。经过了3轮以后，我们才选出最终的前3名。八支作品都在多元为人文、自然到产业发展。 拢透过镜头讲出对土地亲深的情感。抽到的是稻米的主题，把秧苗当作青年一样，就是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可以好好的茁壮成长。落尾由国姓乡少年翁仔某张文荣、胡文如摕到首奖，将客家地处回乡拍片回地，感动人心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